欢迎收看《后场开上歌》，牛巴开假歌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阿忠古，從下嚟啦，後生人打在鼓了。講到新聞，大家天朝搶勢學到台，韓國台灣政府為咗面對國際化嘅浪潮，2018年12月下咧，行政院通過2030年屬於國家嘅政策藍圖，希望做得辦個大家嘅競爭力。不過咧，行政院歌唱制度係歡喜好多，又係痛苦好多咧。今日要了解後生人，為老大家從下來分享佢哋學英文嘅故事咯，掌聲來歡迎。主持人手機度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實地陸豐用英文聽書外國人坐機場台嘅阿子怡。真見要坐喺度嘛？要到成個，係變成後鬼故事，等下張同大家來分享咯。可能係鬼故事。今日就手機度係你㗎。大家好，我係坐公車落去搭訕外國人學英文嘅啲㗎。我希望講劇哦，也不講書嗬，漢白嘅廣告，而家分享外國人好像生意嚟㗎。我係國際交流好冇？小心離家，所以話有一個講怪嘅人，為老人家化，我講奇怪嗬，漢白大家注意到嗬。第三號手機就阿路怡。大家好，我希望我嘅男朋友英文比我好，做個帶我遊樂全世界嘅阿路怡。因為這個無法度。鼓作強烈希望，達到自己男朋友。工具人，沒男朋友，沒工具人。這個我就不敢確定了哈。那個聽一部分，你們自己兩公婆，兩個伴侶自己參詳哈。到底是什麼部分？好，TC 找到這個係假人。大家好，我係啲亞美杜斯地度去開始堂英文有上書嘅假人。對陽台開始就開始學英文，個唔知一下學到樣板先。係，等一下就啲。好，再來啦，手機睇阿尊明。大家好，我係不小心做嘅美國先生同台灣房東之間翻譯嘅阿明。哇，係冇生意多到冇生意哦，呢啲根本是這樣都做到，動有彩條，動有笨蛋。我撒下來23年嗬，我咩知道佢動有彩條，因為佢有法度前度鋪書來解問題。阿美倫，大家好，我喺度做事嘅時節，遇到外國人來請我問問題，我要請英文好嘅工讀生嚟解問題嘅美倫。意思就係講請公平，即係冇辦法解啦。這個冇法度就就意思順風嘅人嘛，沒做得啦，沒做得啦，哦，就是做係我嘅彩條啦，我嘅彩條。咁會前面嘅彩條。咁會前度，正確人，然後正確人要標啲正確嘅位置嘅冇錯，係到底要幫他熬呢啲做法。如果講到英文，睇下真件嗬，像我哋年輕人嗬。哎，怎麼像暴露年紀？係啊，幾多歲？我喺3年前開始講有英文課哦，嗰時候1年前還忙有，啊怎麼辦？就大家都知道我幾多歲。不過真嘅，大家一天從細到大就要有上英文課。不過過嚟講下呢個學英文嘅經歷，好唔好？阿志。其實講到從以前啊，我比阿忠姑還那後生嘛，姑從你學1年就開始有英文，人家就幫你喊出去，用標出來。我過小嘅時候，學校就有英文課咧，唔過你跟我講，我咩過小，我3年前就有啦。唔過你我下忙，去到過小以前咧，我就有啲我背補習英文班，就係幼兒英文班嘛。唔過後來都係貴種高中嘅時間，我拖去學校就喺啲學校地位度，就冇辦法繼續來補習英文，就乖乖拖嘅學校地位度嘅英文課。都係太好嘅時，我就知道我自家嘅英文唔拉好，因為我嗰陣時就非常希望我自家做去出國，去英國嘛，該去讀書。故所嗰陣時，我就自家去補習班報名哦，去補習英文嘅對話，還有呢多義嘅口場啊。唔但相信我時代還跳過看動到嘅美國嘅電視劇，還係動到嘅電視劇，我就聽佢英文嘅對話之外，呢就會調試去綜合嚟佢嘅英文嘅字幕，就去看下條英文字幕來訓練自家看英文嘅能力。哦，今年下英文看呢應該係做得啦嗬。一下要得會推盤嚟，我確定哦，要得會，也係完全推盤。一下嘅客法卡好，客法好卡重要。愛客假啦，假嚟嚟講
講下，家一開始講，對陽台開始要學英文嘅。冇錯，因為我咪英文唔好，故所佢就想講，家己生嘅英文聽說好，故所佢家己度4度嘅時間開始談英文有。以後我沒有按用做對。我兩歲嘅時間要去學補習班，唔過佢兩幾3幾學生嘅聽懂少年，先生係美國人，啊冇課本嘅種，就大擺去就同先生打嘴鼓。按好啊。佢講唔錯，先生咩唔會按用板講，你按中得哦，唔會，佢就凊彩用時態講，因為係時態講，因為佢要練習。敢講英文，當然是，還有我妹妹迄安尼，因為頭擺科技冇按好，佢用字然後嘅天師嘅字幕按嚟搭起來，然後談英文聽，練習聽力，係冇錯，都有練習到談英文講英文。冇錯。你阿妹方法係都要下行對嘅用。係，感謝阿妹，阿妹嗌要用心，要用心。家愛下家入邊愛阿妹，係錯，懂好。今天不是母親節特輯。我講真嘅，阿明來講一下，你從細到大用班嚟學英文。我嘛係1年生就有英文課嘅，我寒生呢就伴陸家人送去上補習班，所以就補習班上課，各位學校上課安尼評論嚟學。啊，一直到國中、高中嘅時期，係聽過大量嘅西洋嘅歌嘅，還有看過到嘅天陽，就像阿姨咁嚟。阿姨，好點阿姨啊！我講實在嘅，家嘅顏色係阿姨可能做得咯。阿明阿爸咩按用公爸啦？做得順序離開那個攝影棚嘛。好啦，真嘅，你即個除咗去補習班以外，嗰個卡度咧？係，聽歌誒，同看天真是蹦出櫃台，因為就我以為間那個語感出現啦。就啊，啲天陽地波呀，歌詞地波嘛，我看到。哦，連通詞嘅時態變化，人哋就會按你用嘅哦。動作呀呗。對，動作呀，我彈歌完全都冇都彈到幾片啊，完全冇注意啊。乜嘢會按你注意？阿爸有注意，阿爸有注意到。阿明白。然後我叫佢記唔成年啊。當年家邊個地方冇咁用啊？講到你咧。我之間呢，喺教像阿中古嘅顏色差唔多。冇錯，我嘅用時呢，嘅小學嘅時節其實冇。嘅英文課，故所我咪就突然去嘅，大家有去過嘛？即芝麻街美語，喺補習班要學英文。嗰種時其實嘅地方係全英文嘅環境，其實去嗰邊壓力動態啊，嗰種時爭10聽聽咯，我根本。蔡亞之前根本冇學習過英文，咩唔會英文，完全一霎時就唔會。嗰時候去嗰邊全英文啊，就壓力動態。啊，聽一堂課啊，就被個震撼教育到。嗰種時啊，我就想去學鳥，我就按樣板講學鳥，按樣啊講，我行言行做啲地地滾。唔過英文係真係唔會，啊，竟然想去學鳥，遠到簽名啊，真係都唔掂啊，都卡數。啊，所以老先生講，哪學鳥？結果大家就反到轉嚟講 ，No Chinese English please。誒，大家就有去，係嘛？大家就有去。補習班全部愛用。跟啊，就談到英文也乜嘅意思，我想我學鳥唔會再煩你。結果前後半我就發現講，我只係特別講華語嘅時節，佢都會講日語法。我睇一張地講，哦，原來 No Chinese English please， 意思係講總唔得講英文，唔係。總唔得講英文。余老師嘅成本都相當嘅。多錢呢？他花咁多錢係冇救，不過呀，先就蔡英文做救藝嘅生意。係，原來喺從細搭咩見，從細就冇喺講英文。所以古時都睇啊，我叫下搖籃按到國家，我真係唔理解英文用平叫做。一講簡單，我點埋李斯萬，你做乜講啊？李斯萬你下刮花嘅英文係嘛？教英文啊！我講真嘅，學生嘅家下都係喺面對呢種開始講，比如講小學嘅開始，有人係3年生，有人可能1年生開始用英文講，嚇又係乜嘅東西？佢理解一開始接觸到英文課家下，應用班起來攞佢克服咧。真嘅，其實我記得學我細嘅時節，咩其實1年生就有英文課，但是睇下唔記記得冇，我知道去啲學校啊學英文啊，真係就會念課本，練單字，後面就冇咧，就完全冇乜印象。我一直都係差唔多小學5年生、6年生嘅時節，我讀到一個欣賞，佢嘅教學嘅方式當神奇，其實我就開始對英文學當有興趣，韓國叫上到東獎，差不多就跟我一樣。即係喺重點嘅冇呢個地方。
啦，不过其實就係因為先生嘅教法較無強用，有時候就較對英文有興趣到嘅，但是其實還係啲念課文較多到嘅，因為我係知道像跟外國嘅先生，然後國內嘅先生，那個教的方式係完全無強用。有種做中學，學中做。錯。給阿魯因從細假使讀到了英文課，你用翻起來應付結波。我想我分享我朋友用辦應付嘅英文呢件事情。應付，佢就係交給外國嘅男朋友，因為佢嘅英文講唔好，嗰時候佢一開始啊就係用嘅Google 嘅翻譯，還有嘅講唔好嘅英文，然後嘅交給男朋友溝通。不過交給男朋友都唔掉佢嘅，交給英文太唔好嘅，佢受不了嘅。嗰時候呢，佢男朋友就去學嘅中文。1年過後啊，交給男朋友嘅中文學個叻滾，學個懂好。你交男朋友懂愛記呢？今年就懂真下記得嘅中文啊，1年聽啊，學個懂好，嗰時候佢哋下全部都講中文，弄錯英文。你是後尾啦，不是後放棄了，被放棄了。你故事老你講吼，假使愛學英文、學外語，搞一個幾隻國家嘅男朋友也女朋友，也係完全冇可能學到嘅。因為可能也嘅男朋友、女朋友學中文學得很阿夾。你想要當老師就可以趁這個機會，係冇？中文老師嗎？對，當翻譯先生就是幹200幾分，一生冇做過先生，100做嚟做先生。不過真嘅講到呢個英文要懂到，比如講你看，就有啲課呢，都說太學家哈，還有英文書，甚至其他嘅不同嘅語言嘅種英文書，都對那種看唔識嘅語言、看唔識嘅文字，都得按用版現賬號嚟，等下再嚟繼續嚟大家向下嚟分享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合會，唔知大家平常時要學英文麼？今日我老大家分享3個老英文有關嘅合會哦。第一個英文，英文。我從細是開始學英文。第二個聽不懂，聽唔識。學校先生教嘅英文，我全聽唔識。第3個練習，英文係學，所以接上練習，聽、講、讀、寫。希望大家嘅英文是做得進步哦。後生第下位，你掌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我哋上一台正經嗬，大家講到自家從小用版而學噶，像我老阿偉倫係顏色下接拳嘅嗬，正經。他後生嘅啦。還有他係我老在後生，你也是。冇我差唔多，從細學1年2年嘛，有英文課1年，然後你開始從細1年就開始有英文課1年，真係學嘅冇用版啊！你唔敢講啊！不過正經嗬，我睇到你嘅學生嘅英文能力用版，其實根據嘅國家發展理念，譬如2012年嘅有公布很多2030雙語政策嘅整體推動方案嘅那種計劃書，底下就看得到教育部有去調查，記到英國文化協會去調查，講到台灣嘅9年生還有12年生，就講台灣嘅國中3年級跟高中3年級，夾嘅能力都係用版，結果發現到有差唔多5個億，就1/5嘅學生嘅夾嘅能力有達到 B2 嘅水準 ，B2 係乜意思？就 A1 是入門級，A2 是基礎級。B1 就是已經進階 ，B2 就代表它就喺地下室，地下2樓。那 B2 嘅意思就講佢有一般嘅做得閱讀英文嘅能力咧，基本嘅能力，基本較好嘅能力。個 C1、C2 就係較進階嘅能力，就講佢做得用英文對話，一講用下述英文，用來溝通呢一種事情。表示講台灣嘅呢一種學生有5個月要達到。最基本嘅做得用英文來上課嘅水準，不過要發現到，你大家都知嘛，台灣嘅學生嘅看係學會、聽學會，愛講老寫就學唔曉嘅。結果有咩發現到嗬？其實6都嘅學生就在花式的六個直轄市裡面，大家表現甚至遠高於其他縣市。地位度最唔好就係東坡呢就淹死，其實沒發現到城鄉差距嘅正常。不過大家都睇韓國下，加講到英文嘅看寫呢個能力，唔知家家屬本人看英文書，唔會用格式啊字義，有一個機會嘛，
看英文书的机其實講食材法看堂下念講啦，我切下看係最唔好嘅，因為嗰時你就會透過表演嘅學校，嗰時你就冇經歷過本學校訓練講要看英文書呀件事情。我嗰時我就會動認真，我就動想一種英文都好。雖然你學校冇按用嘅訓練方式，嗰時我就為到我本自家做增強英文嘅看嘅能力，我就調試去買嘅英文嘅書本。不過我啲我英文能力唔好，嗰時我唔敢去買乜嘅小說啦、散文啦，我就去買嗰種短篇嘅故事，還買嗰種英文嘅冇錯繪本，乜嘅故事書冇錯。後來呢，我就訓練自己嘅方式，因為我有嘅英文嘅翻譯機，我就自己先看一擺過後，我看嘅過程當中，我唔曉嘅詞彙，我就留記記起來，係全部記起來過後，我就會太有去了解到嘅故事啲講乜嘅，我將個一隻去翻譯機來去翻過來。跟你做幾本嘅縫全部都記起來。冇啦，全部當神。冇啦，係太有個情所以可能教下先生講，這個重點要給他畫熒光筆，整本都是熒光筆。重點。你做定，看我認真咧。嗰時候我就會去按用對應講，我家較上嘅咁有正確嘅，再個全部我了解其中意思個下送去再個拖一擺。哦。係，我一起甲訓練起來啦。團式的啦。我覺得這樣不錯啦。不過唔會記得吼，再可能2-3個禮拜，過去變一擺。又唔記得，又唔記得咧，唔按呢嘛。我再個用翻譯機，再個查一擺，再查一擺，忘一擺，再下一擺，再下出一本書來。唔識啦，全部都做得用。韓版裡面做得出一本書，很多阿自己嘅英文筆記。冇錯，係，睇下都做得來看。阿你講要機會接觸到個英文書。係，其實真嘅係老師強調，因為你就懂初衷表演嘛，吼，故說嗰時節其他語言嘅課程，你就看無初衷掉嘅，故說我做你用啥算係懂。主動的，真係他懂認真，因為香港人嘅時咩自己花錢嚟去學英文課。唔過講到英文書，其實真係冇接觸到，係有接觸係我去國外嘅時間，我想講我去英國啊，我想講買一本嘅紀念嘅東西好咧，我就買了一本嘅《Harry Potter》的那個英文書。冇簡單咧，係啊，簡單咧。真係，嗰時我一下行起啲打卡嗰種哦，都好開心啊！我講一下，因為嗰本真係中獎咧，嗰時真係我自己按填題目，就真係打卡就好，對不對？我要買8本，全部買咗嘅。跟住咩打卡？跟住邊好看呢？跟住唔可以拿嚟抽嘅，因為佢真係動獎，真係動獎。係動獎啦。啲包裝檔好，包裝檔。你講吼，呢種東西按到寬獎，係啊，反應按到裝飾。係要一用啥就乜嘅錢太多啦。好啦。不過真嘅嚟講，真嘅咧《哈利波特》吼，《Harry Potter》佢唔係本啲新人嚟看嘅，真嘅係睇人看啊。雖然大家都睇人，不過你嘅英文程度吼就會新人。真嘅，因為每個地方都懂腔有很多術語，就講嘛。跟阿路讀到了英文嘅東西，你要用解釋。我落幾條強用嗌咩去做嘅表演嘅，從好像借口。不要拿借口。那乜人講做表演嘅做會唔好啊？你？沒有做表演，我我有上過懂好嘅方法，做嚟教大家學看英文書嘅人，就係你做係尋找英文懂好嘅人。要係請，就係你啲英文書啊，你就燒給本嘅，哦，像那個阿明白。然後你英文書真經懂好看，你轉去看，你看太好，張老愛講，你看那個，你做心得，大家搞翻心得。嘿嘿，討論一下安樣。不等你看太過後，張新聞記裡都寫乜嘅，你就啲啲英文書裡都講嘅乜嘅東西，係咪懂聰明？人體翻譯機啊！我都英文。重點係，你根本就冇喺討論啊！最重點係，你要先請到一隻英文較好。我請到呀，阿明白。點解有私心咯？韓版就搶起來，跟 Harry Potter 吼，嗰啲 concert 就留阿李家嚟講，佢都發生乜嘅事。我會去請嗰位。我請共同聲。這個叫做共同聲。你次講一個反應，就好咧。而家動槍在捉狗踢呢，咁奇怪吼。唔過真嘅人喺出社會啊，講起家有乜嘅事情，有乜嘅機會讀到，真嘅愛用英文嚟解決事情嘅阿家呢。係，我第一班呢用英文做事嘅時間，係啲國家兩堂年。
啊，佮用室内係負責沙雞嘅表演嘅主編商品安尼。有班呢，佢嘉良堂因自家做節目就邀請外國嘅導演來到台灣，演員都係台灣人安尼。佢就喺沙雞嘅商品嘅時間，佢就問加意見。唔過其中一個東西台灣人可能冇中意，咁擺唔出去，就係眼嘅問題。我說眼，你要留給下次嚟討論，來去。哎，用啥就嚴格去了，然後就啊，懂啊，有大師，用英文嚴格，大師越嚟越夾呢，前面就去比賽嘅英文大師比賽。聽到嚴格出嚟，真係嚴格喲，係啊，做啲英文嚴格，推表英文動學。即正經頭擺勞工員講，第一擺驗到一隻金雞嘛，你就驗到兩隻金雞嘛，結果英文好冇結果，跟英文大師懂講，因為英文大師就是看那個詩嘛，你就夾夾去撈一大出來。我也參加過，我沒參加過。大師懂講，其他部分冇法度。對下 battle 嘅部分，比賽冇法度，你下冇法度。唔過阿準備一開始就講到，你係屋主，然後外國嘅房客之間的溝通翻譯機，因為人體翻譯機嘅歌場很用版型。一開始第一班係喺學校紅啦，學校紅學校紅有幾多啊？那個交換學生，啊有一班就看到嘅外國嘅學生嘅，喺自動販賣機前面，伊因為等嚟幾久，那個伊怕有困難咯，就上前用困難嘅英文甲伊講啊，唔需要聽書冇啊，唔曉得冇啊，喺度就慢慢嚟教伊，哦，順利買到東西，我就講哦，其實我有一個能力做得去跟外國嘅朋友嚟聽書員處理一條事情。佢有一擺就水務嘅地方，有喺一個美國來嘅先生，啊，伊就一擺就洗衫褲，跟衫褲接啦洗衫機啲杯，唔過洗衫機壞起嚟，就洗下一半就掂起嚟，啊，伊想要跟房東去講一個事情，伊又唔曉得講，就佢硬逼，啊，講嘅是單詞，房東又他唔識，就拄好下來，就看到人，就同人做翻譯安尼，啊，一件事情以後呢，只要一個美國先生以後有乜嘅事情，只要跟房東講，攏只係嚟講英文。有聽到感冒 ？Are you here? Are you here? 就會跟人聽書。你開門就講 money。這種也是一種新的奇怪的特殊的國民外交，我不懂啊。韓版外國人可能會因為個台灣人用暗號錢，那很奇怪哦。跟阿 V 嚟做錢哈，係啊，就你拿錢咧。其實我有講到我同大學做生咩，跟也有講到嘅國際嘅學生嘅為來到學校啊，跟國際性嘅外國人就會問講到可能課程嘅問題啊，因為教室頭呢。可是唔啲，我個英文呢從高中之後就冇再偷，我就退步到當家，我當到我一個人來無窮嘅國家，佢口語就無窮樣啊，啊就讀唔識，佢就非常嘅辛苦。唔講大家講啊，非常嘅緊哦，那要共讀成咩？啲面試嘅時間呢，共讀成後背掛號，講幾年，係冇唔錯，共讀成講幾年，來面試嘅時間啊，就要看你英文有好冇，學英文好就約錢，唔就讓我來做乜呢？讀到我一個人，你先去。唔好叫做乜嘅啊！唔好叫做乜嘅安尼，唔可能結錢呢。哇，要處理耶！哇，我可以去檢記，我眼神牙頭教係牙教書，咩係牙教書？冇啦，真見啊，講幾年都係嚟用嘅啊！咩係啦？這個唔知㗎，他唔曉得事情，一講唔知㗎，他有困難性，當然要尋到鋪書來去解決。冇錯。唔過你最好嘅鋪書係去自家學習嘛。哦，想辦法嘛，你冇可能當然就是拼得到你英文懂聽嘅。唔係，學嘅有英文呢啊，嗰時候全部都寫英文呢。哦，這個是你的刻板印象哦。哦，講英文呢冇聽錯個，我也不敢保證。真嘅，唔會考試就唔會講。係啦，唔會講。真嘅，你兩方式。唔過真嘅，像大家想看你自家身邊，因為我自家有讀過那種英文，那種唔曉英文，一講英文太曉咧，讀到那條神奇嘅事情咧，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講下嚟打嘴鼓了。有一單外國嘅朋友嘅名我喏 Isaac。哦 Isaac。要見不見點樣嚟念？佢種念講 Isaac。佢種念法，同我嘅男朋友嘅咯，係 Isaac。我嘅朋友做艾迪。嘅意思就係嘿，艾棟冧咧。佢咪講艾迪。歡迎大家到
多在後生台上講節目現場，上一團真嘅動身起來就講到這個，英文用英文來解事情，這個唔曉就自願他利，這個希望聽人來天數完成，那咩做得啦？唔過真嘅有上司你就因為讀到了英文嘅事情，你一聽到解就讀好，本意讀到，用介紹來解咧自己。其實公司採訪雖然我英文唔係講同好，唔過我做同好去聽書名啦。跟有一班我這裡路上看到有一上外國人，就佢就同佢長沙市利用啥意思啊？就從阿伯同馬啥？就講唔同嘛，同佢就無叫嘅語言就見講啊，佢長沙市就見用就談唔清楚講叫愛去奶就談唔識，後來我就看到我就去聽書，你哋 help 啊，佢就你後來我就去聽書佢就同我講叫去奶，我就同佢時講叫去奶，後來我就聽書佢去坐到嘅長沙地背對，就等於成功嘅，嗰時因為佢當佢會離開，佢就結問我講，今日我到乜改名，我就講我喺澳大利亞，我就請講澳大利亞聽聽哦，後來呢冇建議，佢就請到我喺面書呢，就按到奧利維亞給他請咪到，係啊，佢就揀我做好朋友，喊講今次我喺聽書啊，都一下你喺面遊哦，係啊，我看到佢結婚，我一下喺同佢講傳事情講叫佢結婚啊嘛嘅，佢係哪國人啊？佢係英國人，他兄弟你講罷了嘛？冇啦。佢很多馬個名啊，記得冇？根本就騙嘅故事。唔係，真嘅，我啲下最前半睇架看。好，等下冇請到了3個，就冇相信嘅。韓國眼真嘅，他是神收達人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奧地利啊，你世界上按應該懂人啊，可能就特別講嘅就係愛啦。係嘅。你愛唔敢保證，看人可唔可以愛聲音哦？愛較講啦，因為奧地利啊。好來，阿麗噶，你不要在面自家按諾自家。冇，我冇按諾自家，因為我其實真嘅呢英文冇講懂好，但是我真嘅懂用心啲好英文用蠻可能，因為我其實用乜嘅？用下就係假意思就係佢用心冇用腦。唔係，我其實用嚟當到教育軟體，就是你喺顧緊你係冇？不是啦，唔係，你係匹配用語言嘅教育軟體。係語言交友軟體，就是訓練設計嘅。訓練設計，嗰時候跟住人家想講，我要訓練設計嘅時間用嘅教育軟體嘛，吼，不過又知道，好像英文冇進步，所以有一班呢，我去抽公差嘅時間，我就看到一個外國人。唔講係英文就懂唔好嘛，嗬！我想講，看到外國人竟然出接來佢，用加法一下好呢，訓練自家嘅英文。我想嚟就主動留下外國人嚟上加摸一下，就講嗨，英文就隨便聊大嘴講明啲嘛。不過後面嘅時節佢嗬，真係咩老愛做朋友做到有人講佢咩懂關係啦。你看到人面熟，嗱咩唔理佢個可能佢對我懂有意思啦，係咩啊？因為呢後面我就變做佢喺中文欣賞。佢就變咗係個英文形象。所以而家嘅唔係，唔係那是外國有一個外國人就這樣。我講我就知道懂神奇嘅年份，因為昨天按用來交流嚟用。佢交流嘅都有下經驗嘅，經驗咧，懂叫因為都太好嘅時間，可以直接懂到那個政差大學很多那個外國交流的。人家英文都有下盲進步係咩意思？搞到那邊去。一個外國的男朋友，哎呦。搞到那邊去咧。係咩唔掂啦？嗬。後來對方中文變懂好嘅啦。原來係啊。咩危機公路？原來你係阿女嘅朋友。係可能。大家講嘅故事啊。嘅朋友，唔知講英文唔好，結果搞到嘅朋友結果。朋友嘅中文變懂好，因為而家香港做中文寫欣賞啊。係啊。不過係所以因為外國人根本就唔會參與講，你英文係文法是如何。根本差，所以就是完全懂就對啦。你講膽思就好咧。我就跟他比手畫腳，講個 keyword 就像你談到跟外國人介紹會講中文，因為講法語噶哈，你根本就完全那個順序錯的。你講就是要多帶一下。不是佢讀到我係佢嘅很遠嚟，錯冇？我剛好像看到鬼片，都在發生乜嘅事情。阿女來講下，但是應該成發地度有讀到需要用到英文噶哈，有讀過那條事情。我有一個朋友，有係咩朋友？英文唔好嘅部分都係講朋友啦。我嘅朋友呢，佢英文講唔好，呢個佢讀到一種好笑嘅事情。有一個外國嘅朋友嘅名，我攞 Isaac，I S A A C。
因為佢唔點樣嚟念，佢就念講 I suck， 佢就要同我嘅朋友叫做 Hey I suck， 跟佢嘅朋友就艾迪，嘅意思就係 Hey 艾東冧呢，佢咪講艾迪你懂啦，係唔錯，人嘅名就當好笑嘅，係順沙馬士噶。佢兩時上去空空那邊，想要做像鸵鸵鸟鳥一樣，我不錯。但是你懂后太糗了而且这个 I suck 这个有太多意思了。我上喺安怎走？愛上咪咩啱上喺中央咩？愛上咪同強嘅。不過一般來講就是懂愛懂毛的意思，愛懂毛的意思。咩喺上這種。你這個那個可能都客家天師對模仿都過咗。不過真嘅假是拄到一種外國嘅朋友，你這個我自家猜英文哈，這個英文懂毛噶哈，你這個有按樣嘅經驗嘛？還強用係阿類。你就係你哦，唔係騙人哦。我話聽我要迄個英國嘅留學，我嘅英國講嘅英文係影視嘅英文，你從細學嘅英文係美國名師嘅，嗰種係爭迄個英國嘅時節啦，經常講法講到東講啊，咩談唔慣，咩唔知，要擺上課上到嘅文法，經常愛講嘅 grammar 嘅。迷失嘅英文嘅 R， 會那個捲舌 grammar， 嘅 grammar， 唔過影視嘅英文唔會就 grammar， 經常都按講 grammar， 我就都嘅數當應情，那裡有講嘅 grammar， 有錢到，你請阿婆到那邊，阿婆，那裡有講到阿婆全部都冇啊，變到係會很錢唔到，後來我當地都會講 grammar， 就是講發音嘅口音嘅模樣，就像客家咪有聽到係強調嘅。義工，對，即義工老義工嘅感覺，就彈一下就彈唔出來。韓國有上次太搞不吃到講，彈到嘅英文咧，英國嘅英文，我說哦，他們好優雅嘅感覺。從細第一擺吃到英文按電影下，就會因為看了 Harry Potter。那個底波一個麥教授，他每次要叫那個 Gryffindor， 對，或是要叫哈利波特的時候，他就說 Mr. Potter， 然後就覺得哦，非常的好聽。古時候我就記聽我學英國嘅英文，結果學英語我放棄，好難咧。你從細都係學美式嘅卡真嘅，多，他講就學英國嘅卡多，真嘅嗱嘅阿家呢，唔知介有即係讀到啦英文懂毛，一講懂藍啊。因為係太好嘅時間咧，我喺外國點，像喺點咖啡，我就講我要 latte。結果佢就俾本來一杯牛奶，我就說誒很奇怪啊，我食咖啡要本來牛奶，我要滿記，佢就說我當神奇，我要收佢當神奇，我就老到講啊，應該係佢本來唔錯嘅東西，唔過我去，然後一見誒咩係咁樣，唔過我嘅用是面皮凍泡，我就唔敢悶，然後配上看點啊間，我就學幾點 espresso 哦，我就沒點，我就唔敢點 latte 啊，後面轉到台灣嘅當地講哦，原來因為台灣都講 latte 係。咖啡嘛，咖啡加牛奶，我個係咖啡latte，真係咖啡加牛奶，係點 latte，冇點牛奶，點到一櫃太別嘅牛奶，佢可能講，因為我有人想去食櫃太別嘅牛奶，咖啡點幾度？真嘅唔掂咧，唔係用聲音嘅，就咖啡糖，要買嘅latte係本嘅聲音咧，就睇人媽媽帶聲嘅迄個咖啡糖，就係你做得點一杯本聲音咧。就按到latte。真嘅啦，就講唔到外國去啊，就尤其都美國、人家英國，然後素菜，你看可能點歐蕾或是拿鐵，都是指牛奶。咁真嘅想愛食嗰種拿鐵咖啡，如果真嘅講 coffee latte，哦，大家有學到冇？什麼揀嘅先生？什麼先生？阿維倫，這個就不用講了吧？好，我講嘅係猜英文嘅人唔係嗌，嗱猜是咧呢套咁確定唔係你？越南猜冇錯，越南猜啲本人買嘅，嗰陣時我去越南撩咩？嗰陣時我轉台灣咧，我朋友咧就行嘅幾樣茶，幾樣茶有時大家都自己再用嘅 app 來行咩？嗰唔是攞去講法，你都點啊，你都點我冇去呢？嗰是當橋上用蠻多嘅幾件啊，然後去嘅越南嘅時候冇共用，嘿，香港用乜蠻多安尼，嗰個就知道自己英文當好啊，就講 Excuse me, we would like to go Terminal 2，啊，講完咧就 Terminal 2啊，
我给实体就完全没反应哦。啊，想讲啊好用办，啊想讲简单一些的 ，Excuse me airport， 做得嚟吧 ，airport 做得嚟吧，其實冇反應，yes 啊，做留個 airport 開起來，搞個飛行機個機艙係相反嘅，啊就緊張啦啊，就講 no， 繼續比個飛行機，啊飛行機啊嚟，結果你做嘢可以接嘅，我俾表誒，用辦用我哋叫同啊，就個截圖啊，截個飛行機機艙嘅圖啊，佢講我去呀，佢張4多陣，另外一張幾位小時啊？啊，香港我本人買睇咧。應該係小時嘅，其實這兩個上個人買睇，冇，你買唔到錢，會了錢。唔過講真嘅，唔過到越南那邊可能講英文有時又唔會唔會睇啊，嗰可能咩有可能係講英文嘅問題。我以為你講 Terminal 2係唔拉清楚。簡單嘅英文。馬個 Terminal 2馬個 2，那個第二行下 Terminal 2。OK 啦，唔過講真嘅，係講大家讀到了學英文，其實真嘅當難，尤其係雖然講大家從細到大就學英文，但係觀眾朋友們想看，從細到大學了咁多英文，到底唔到台灣過後用版型來用到嘅事情，又會發生哪啲嘅事情呢？等下再來記出來，大家聽下來打再估了。每個人就同佢講 thank you， 佢就講 no you。另外一個人講 no you， 另外一個人要講 thank you， 叫 no you。嗌咗講重點，哎用講大家好啊，嗌係阿路姨。呀，還沒跟那個什麼手語，就是嗌還沒有那個比，沒唔低，好沒有，終於。歡迎大家到到嚟後生睇上個節目嗬，你上一堂問過大家講即個啲因為用英文來解決事情，嗬，韓國人即個冇英文同冇，跟讀到那度神奇嘅事情。不過到轉來到一下現實嘅社會當中嗬，因為要見講人嘅另外一半，也講人嘅老公，人嘅伴友，人嘅伴侶，人嘅英文能力係你要見嘅部分冇啊啲㗎。非常要緊嘅部分。等下我先講下，兩個要緊嘅部分係做得準公企人來使用。咩做啲啱用講哦，係我知道。冇啦，其實我知道喺個另外一半啊，佢話英文嘅話，其實懂加分，佢有魅力。係，真係佢有魅力。懂講嘢，出生點愛情上到唔興用嘅，但是喺個出來嘅時間，佢可能懂我講英文，懂我老人記懂我事情，我覺得真係完全嘅加分。係啊，所以係用英文來解決事情。係，韓國可能係我一個讀書啊，然後有英文能力啊，靠埋認證，我覺得全部完全就會愛另外一半。對，我愛我的另外一半。做乜嘅大家愛接觸幾多兩片放閃咧？做得，清涼。真嘅冇嫌愛，就愛調笑嘅啦。係，因為我知道英文愛好好，真嘅係一件東難嘅。冇按過嘅事情。冇按過。其實對台灣嘅學生嚟講，真嘅佢從國小到高中畢業，英文當日就係上課，結果佢畢業過後，英文馬上考題過後，馬上萬本線上。我知道有，我知道有環境動有關係，因為唔可以將人家傾咧，全部因為冇用，下呢班你唔記得。古時我知道有用，可是冇安尼環境。古時佢喺教一陣，做對老師講英文嘅另外一半。跟住佢就唔識講咧。我佢開嘅就講，所以你係講繁語好嘅，但係咩冇用啊？係，所以係個繁語好嘅。不會啊，你們以後就規定每人先講英文。會發現。我要按佢。 No Chinese English please。你再嚟一個 No Chinese English please。誒，真有看過有家庭係按用現愛啲我不會食飯看到。聽錯老大又係博士。因為按你酷讀聲音嘅咯。誒阿 Louis，唔知講要當要緊嘅英文能力冇？咁人嘅另外一半唔係要緊唔知教。係點日刻無法都要求設計。嗌老李家強用，懂要緊，另外一半嘅英文懂好，因為我之後將你出去外國嘅時間，那外邊英文懂好嘅時候，就當成英雄。真嘅，因為我爸爸就係英文懂好嘅人，因為做事嘅關係，佢懂接待你全家人去歐洲旅行，佢都咩都隨時做你嘅反應，你就會教我懂。跟日爸爸有冇傳本啊？係啊，有爸爸就好了。嗰種我哋下就會
请那個一般老外爸爸強用嘅，英文同好，咩做得等下去遊歷全世界嘅世來嘅。揾人方面啊，講起來，唔但唱到英文同好，還要懂油錢，因為你喺全世界。你講你要不要講到重點呢？終於有一次有重點，有重點。英文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係油錢，因為讓你準，因為讓你準工作來下。哦，好啦，你看英雄救美嘛，但是要先美啊。哎，英文嘛，英文的部分，我已經有這部分了呀。但內涵的部分也要給它美起來，好不好？內涵看不到沒關係。咁咩按樣去講？講真嘅啊，就講唔知㗎，因為那種學英文嘅事件，除咗自家以外，而家福圈有哪條人係因為自家英文唔好，也講英文太好誒，還發生其他乜嘅事情不能知道，記到壓下，一定要每次拿出來都要來 sell 一下。阿志，冇錯，我嘅阿爸就同阿路嘅阿爸係相反咧。哦，因為阿爸之前當電影下，有一擺佢就轉到不卡過去，佢就問我講，妹妹啊，佢英文講唔是客氣按樣嘛講，我就講較標準就做嚟講 You're welcome， 應該就做得咧。佢就講好，我就講發生乜嘅事，因為佢從來唔是問過英文嘅問題，我就講當奇怪，佢就講因為佢家下轉不卡嘅時，佢看到有一隻外國人佢喺東西跌踢咧。佢就聽數佢念起來拿本嘅，佢外國人就同佢講 Thank you， 佢就講 No you， 佢外國人講 No you， 佢外國人要講 Thank you， 叫 No you， 我就講重點，哎呀，講佢對方會知道咁奇怪啦。因為他唔是馬家很多 No you。係啊，後來佢就好 ，You welcome，You welcome， 佢就好起來咧。你根本再去嗬，俺不要再去靠人爸爸。唔是聲音，冇記啊，係咪 ？No Q， 佢就會多兩下就話嘅，唔過唔係知道啊，對佢來講，可能佢係一種佢表態嘅方式。可能咧 No Q， 真見到台灣人嘅習慣。其實想要就會靜啲嘛。講 Thank you， No Q， 我咪要脫離啦。應該用 No Thank you 之類嘅，台式英文，No Q， 佢講乜家人都唔興意，乜嘅意思就按照。咁我夾嘅 thank you 其實咩唔係 Q， 係 thank you。我說 Q 當然唔啲嘅 Q 係乜嘅事啊 ？No Q， 係啊，唔係 No Q 哪來？不過阿尊名做嚟老太家分享一下人嘅故事嘛。係有一擺，我弄底下 body language， 肢體語言重要。我還真是有一擺看到實體嘅案例發現喺我面前，我弄底下人類真實案例去，係可能我朋友同我一個人講法，完全都冇。唔是講法，就愛用，就按你比來比去，比樣機，愛去來嘅，愛去看天陽安尼，也按從天安尼哦，也按你比來比去，很多人擁有嘅對方吼，經常係19分鐘咧，哇！所以我就感覺到啊，肢體語言歸重要，啊，另外另一樣係，其實英文吼。太講人哋英文程度唔係嗰樣，嘛唔怕嘅。唔是嘅。像人哋有講到嘛，有單詞調做腔下，要加上一些身體嘅動作，用太家地就好誒。做啲溝通就係文化嘅交流，唔是講一聽話突家 Harry Potter 安尼。文化就算嚟啦。知道人朋友咩？14號以前阿路伊去跟兒童劇團，因為兒童劇團全部表演，做咩人哋硬幣，是吧？大家好。做咩唱人哋動作嘅動作嘅人哋？做得嚟，報名一下。係聲音。係，我嗌做得講。阿路而家必然嘅完全看唔出你係乜嘅意思。大家好啊，嗌係阿路姨。也還沒跟那個什麼手語，就是嗌係咩人哋比？沒唔啲。好，沒有。話錯重點，又話錯重點啦。咁奇怪，不過真嘅啦，假人嘅故事一聽我哋老太家分享，家下阿偉倫差一些本人再去買，但真件七家愛買七家。係冇錯，因為有一擺突然也愛去 New York 搞，係嗰種是因為。咁啊，家一定要強調 New York， 係，而且音有點不錯，是 York。OK。我經驗就冇係，因為同朋友見面，我就講冇問題，我當有事先聽說做嚟去坐嘅梯田，係咪？結果呢一上茶，佢茶中就行過來，係5年，上到當太強啊，又就當見咗人做埋嗬，佢茶檔就幾兩3年天，佢茶中問佢講，慢下，
吉良茶就想講乜嘅意思啊？慢下買東西。不過茶種吃到吉良茶可能唔會講英文，古時候就勁講慢下勁講跟按人嘅事，咁咪就講問我爸爸講，佢咪講。曼哈頓，曼哈頓，人家爸爸還講冇可能的事情，喺啲曼哈頓用版講冇可能。唔講咧，佢用時咧，佢查要開嘅，佢要講，要當見當講，曼哈再講每一擺，人咪就講 yes，佢查中就然後佢兩上叫出去安尼，結果佢看那個地圖，真是。抽唔抽邊的？喺講佢真嘅講 no， 佢就會出價很多嘅無人去，嗰片就會凊彩都有人會吃人嗰種，真嘅懂人聽嘅味道。係因為我朋友就帶佢夫去，佢就去出門嘅時間都會按嚟見看來看去懂唔一樣。係真嘅，古時候呢係應該沒動靜，不過佢專門講佢大擺可能人就講佢一懂地嘅事情，佢就特別是買下嘅係咪啫？都係講意思。係冇唔錯。古時候買下算係乜意思啊？曼哈頓，基本上係縮短嘅念。韓版呀，妹妹就講愛啲曼哈頓，呀嘛個呀個這個都會盤啲呀嘛個。不過真嘅對斯坦人來講吼，你係當傻逼嘅事情，當叫我愛叫個啞巴一命嘅，愛老啞巴踩些客死異鄉，愛老佢叫轉來。所以地啦，唔過真嘅水面吼，作為本大家來想下叫阿比倫，談講也朋友咩係，有應講吼，有一好就冇聽錯，有聽冇錯，有一隻語言當聽，另一隻語言可能就唔會聽。學識到當語言聲音當難，我嘅朋友做日文當好，喺日本通冇問題，日本交通冇問題，唔過教英文真嘅一隻字都談唔識，真嘅係一隻字都談唔識咯。可能啲慢年啦，慢年，而且你講嘅好笑嘅事情，其實迄個意大利。去個旅行嘅吼，去旅行嘅時節，佢就想講啊，我來買本色，佢看到本就有紅色咧，有藍色咧，還有可能綠色咧吧，我咪唔記得，當到唔同嘅色，佢就想講啊，唔對，我用版點哦，啊，佢就大家就對 body language 咩，歷史灣就想講紅色咧，應該係刺破嘅口味，因為台灣當到紅色咧，就係個刺破嘅味頭咩，佢就點了以後，佢點了以後一試，發現辣椒嘅口味嘅。好聽呢，就拿啲身上呢，只有1類元嘅歐元，就按拿出來，想講啊，就要付錢咩？還想講啊，因為我會找錢，佢就按拿幣，嗰個頭家就來講 no，按呢，佢就按呢 yes，no，就一定要付錢，佢講唔是，佢講唔是錢，咩係唔啦，就像阿偉佬嘅口法咁咧，就講唔通啊，嗰頭家咩冇辦法，就輸嘅價嘅1類元去啦，後來問嘅。導遊張迪講，導遊其實係導遊啦，咩？只係講問條嘅張迪講，原來嘅病2歐元。哦，嗰時候佢穿到用1歐元買，唔過買唔出來係辣椒嘅口味嘅。唔過兩種故事咪同神奇來講，遇到兩種事情，嘅條件真係酸嘅。其實我唔定有上嘅，真係去觀光人家嘅談嘅英文真係談嘅時，有上時佢哋啷個講啷個就談唔成，就講 yes 呀。有啲素菜嘅口音問題，佢加上可能許多介紹素菜跟本地就唔係英語係時行嘅地方，比如講去意大利，唔好讓人講意大利語，跟點都讓人講英文，都可能說。我自己的英文都不好，你們唔要用白語老我每次其實外國人懂熱情，可能就是收銀的時候就跟你巧聊幾句，你知嗎？上次就唔知啊，他剛才講什麼，然後就thank you。唔過講基本上大家分享當多吼，自家嘅發生啊，因為英文唔好嘅事情發生當多嘅故事。唔過真正最重要就講，學好一隻語言，最重要係乜嘢？就係膽太。放射講，希望大家嘅英文能力就多啲進步。韓國客家能愛進步嘅樣板去咧，就係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，愉快大家講，等來了，拜拜。你哋嘅英文長途到哪位麼？你是用英文讓外國人溝通過麼？無論係哪種語言，很可以在講個加上適當嘅身體動作。就算講來冇意象，咪做得幫對方了解你嘅意思。唔好因為你嘅冇英文，使到你會減少哦。